哇！返到嚟而家係落下，好靚啊！6點鐘嘅時間啊，9月27號星期六，挨晚6點鐘，河州嘅河邊、河江邊有咁靚嘅景色啊！呢啲山水景色，哇！真係百看不厭啊！幾時睇，幾時嘅季節，唔同嘅季節都唔同嘅美。哇！就短短幾分鐘嘅時間喎，又唔同咗啦。嗱，帶埋隻狗狗一齊行，好舒服啊！我最中意喺度散步啦。今晚嗰嚿雲好特別啊！咁就唔知過多排對面起好咗條河堤之後，又係咩景色啦？哇！真係好靚啊！今晚真係好靚。好夢幻啊！300米处有连续违法拍照。